中国南方最近这几日拢在上大雨，广东已经露出灾情，咧做大水，发生水崩山，而且目前嘛知影已经有4个人死亡，佮有几6人失踪。中国是警告讲，这大水雨会继续落，一寡河川可能会越过这警戒线，广东有可能会出现100年来的大水灾。这附近在哪里啊？这人呢？ 老全部河土黄色河水引起，救援人员撩水伫大雨当中将伤者扛起救护车。中国南平最近几天落大雨，河水水位真紧涨起来，造成严重的灾情。受灾上严重的广东，拜日雨势大加引起土石流，北部韶关区各有6个村头，被大水困掉了，陷入孤岛状态。外面的人也进不去，里边的出不来，也没有信号。 救援单位紧急派出直升机，替替受困居民。目前已经知影6人受伤，真侪人失去联络。外韶关的清苑市积水有一座楼悬，当地政府宣布危险地区的中小学甲幼儿园拜一停课1天。高雄西的肇庆市也因为雨势相对大，市区民众也受困。在那边挖能不能飞过去啊？可以，我先把这个台阶下来先。 广东附近的江西省同款窑村头路，雨积水引起至少4000人受困。这场大雨也会继续几日天。中国政府警告，珠江流域第2大水系北江流域已经有3个监测点水位会超过5.8公尺的警戒线，广东恐惊出现100年一摆的大水。中国国家防总已经将广东省的防尘应急的险性提升到3级，珠江的防尘应急的险性是提升到2级。 南海巴基斯坦同款也是大水雨造成灾害。北部顶礼拜几日天落雨，雨山区真侪路被大水冲毁，部分地区出现土石流甲石头崩塌，经常真惊人。西部比如水省有民体被大水毁坏，桥也断去。ये पुल टूटा है बारिश से पुल टूटा है बहुत बड़ा बारिश हुआ है पहले तो सारा बारिश नहीं हुआ है इधर बड़ा बारिश है इसीलिए बस इधर उधर से पानी ने इसको इधर उधर किया है 这场暴雨已经60天，将近100人死亡，89人受伤。巴基斯坦气象专家指出，因为气候变迁，当地4月份的落雨量超过正常情形。灾难预防单位阁警告，西部山区因为冰川引起，可能雨灾情阁较严重。呼吁危险地区居民赶紧撤离。公司新闻7万人报道。